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7号，公元2017年6月30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行程；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奥呼吁恢复藏中和谈。美国国会37位议员敦促总统特朗普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位于立陶宛维尔纽斯市中心的西藏广场拥有了自己的牌匾。藏人行政中央举行新闻工作促进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美国为期2周的访问行程后，于本月25号抵达他的最后一站波士顿，并向当地的2000多名藏人发表了公开演讲。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的藏人民众表示：“呼吸着自由空气环境的同胞们，你们应该要承担起精神的浪潮推进故土的责任。涌入高原的风将鼓舞留在家乡的人们，并安慰他们得以震慑山川的坚定意志。”随后，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了保护西藏宗教语言文化的重要性。本月21号至2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区发表主题为“通过善良和慈爱关心世界”的公开演讲，并访问明尼苏达州藏人社区，对那里的藏人发表演说，并举行了佛法传授等活动。另外，第35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日前在日内瓦进行。会议上，欧洲议会议员兼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奥·潘泽里于6月22号发表新闻声明，对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并呼吁中国政府要尽快恢复藏中和谈。安东尼奥在当天的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局不顾当地藏人僧俗民众的诉求，大规模拆毁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的行为，是严重践踏和侵犯西藏民众的基本人权。他还指出，欧洲议会和人权小组委员会对议会决议中特别提到的案件和情况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对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遭到破坏，以及维吾尔异议人士伊利哈木土赫体和刘晓波案件给予极大关注。鉴于此，我们针对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紧张局势和严重践踏人权等问题，再次呼吁中国政府要尽快同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间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声明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权状况的总体恶化，并呼吁加强欧中对话。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不断恶化，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以建设性的态度，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接触，并进行人权对话。与此同时，6月21号，美国国会37位议员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公开信中，上述议员们针对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敦促总统特朗普要尽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议员们在公开信中指出，作为美国国会的成员，我们呼吁总统尽快在美国国务院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且审查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是否有得到真正执行。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是美国针对西藏问题的法案，并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西藏人民维护其民族身份。据该法案，美国政府需任命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该协调员主要责任为促进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并且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权。议员们还在公开信中指出，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显得十分严峻，显得西藏人民基本人权自由不仅受到严重践踏，其宗教自由方面也受到极大限制，如不顾当地僧俗民众的诉求，大规模的拆毁西藏著名佛学中心拉荣五明佛学院。
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最后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是莎拉·塞维尔女士。此外，上周二，位于立陶宛维尔纽斯市中心的西藏广场有了自己的牌匾。这一牌匾早在7年前就已经开启了。维尔纽斯市市长雷米吉胡斯·西美斯先生指出，这张牌匾和其他类似的牌额指示着维尔纽斯市对不同民族、语言、宗教信仰者的开放。他进一步指出，尽管维尔纽斯市没有一个西藏社区，但是当地的西藏志友团体组织了此次的牌匾揭幕仪式。与此同时，本月26号，外交与新闻部举行藏人行政中央新闻工作促进会，司政洛桑桑格博士参加了该会议。前印度时报编辑肖班萨斯纳教授和西藏之声负责人丹增白珍女士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了该新闻工作促进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发言人及相关新闻工作者等共40多人参加了该会议。此次新闻工作会议的主讲嘉宾肖班萨斯纳教授在演讲中讲述了他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媒体来传播西藏正义事业等。肖班萨斯纳教授讲到，媒体在科技时代的重要性，媒体对西藏正义事业的传播，如何讲述西藏历史和现状，以及吸引新的支持者和稳固已有的支持者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